你四邊記33提16節按樣人講到，越集網嘅能力，佢單晒力量冇可能救佢，嗰度日影響嘅能力也冇可能救佢。但係我嘅四邊記28提7節按樣講到，上帝耶穌基督都係自家嘅力量，自家嘅盾牌，係講自家嘅心係相信上帝，自家得到上帝嘅幫助，佢能夠多讓自家，能夠幫助自家，到上帝幫助自家，佢嘅能力冇限制，熱天自家得到得勝嘅路。嗱，所以自家世間呢喺度用網嘅力量冇本事救你，影響嘅力量要限制冇本事救自家，但係係講依靠上帝耶穌基督嘅力量嚟幫助自家，自家能夠得到千萬嘅力量，能夠帶自家去得勝嘅路。嗱，係講自家相信上帝嘅相信，痛苦可以嚟，逼迫可以嚟，問題可以嚟，係講自家靠上帝嘅恩典，照嘅路嚟行，照嘅範圍嚟行，熱天自家能夠解決一切嘅問題，一切嘅痛苦，自家又去到得勝嘅路。阿門。